很迫不及待今天晚上的节目，对不对？对，来点欢呼声。对，很高兴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能够邀请到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这是一件喜乐的一天，开心的一天。所以呢，为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将不认识的10个，好不好？你们一起来握手，跟他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来，移动我们的屁股哦，来，我们站起来，圣诞快乐！
歌曲主曲哈。首先咱要开始以前，咱先来欢迎咱今仔日的人客吼，第一届来咱中间的啊，请咱请叫咱大家来拍鼓啊！等一下来各位，我的朋友。我先来介绍我这个女主持人吼，另外吼，伊叫夏雨天啦。对对对，夏雨天啦，好嘞，对吧？你嘛有袂介绍，等下落雪。啊，这个你捌无？捌。奥斯卡金像奖啦。金像奖啦。伊顶摆就是共介绍讲啊，我叫做奥斯卡。结果迄个朋友过一礼拜，拄着伊来讲，啊，金像奖。我伊嘛同款，然后下雨天。我上惊落雪，我若落雪出去吼，拢有人咧讲，落雨啊，落雨啊，我就目过看，结果人是咧讲落雨滚啦。咱首先咱要来第一点直播，咱来请分享团体，大家唱首《我要向高山举目》。请咱大家欣赏啊！你说一下不请你。来，大家赶快下去了。
借着这个疼来吸引所有的朋友，会当做伙来教会敬拜上帝，吼。啊，咱线接咧是咱的实盘团契，对吧？实盘团契活出爱。今仔的实盘团契很特别哦，你们都想不到是虾米人要来表演哦。恁只有看到啥人咧耍叮当啊吼？来，热烈掌声啊！风也来，风也来，
公阿嬷。咱分享团契这点吼，拢已经做阿公阿嬷，但是咧越老越可爱，吼。啊是。歹势，今仔无食药啊。歹势去吼，要请水二来甲咱表演做一个演剧哦。现在要演啥？白雪公主甲七个小矮。哦，对，够对啊。人的羊啊，你甲变色色。七只小羊哈。咱小羊，咱基督徒拢知影吼，我是主羊，对无？啊，咱嘛常常唱这个歌，99只这羊啊，是安那主人独独就是要找这个无去的这只，结果有一摆去澳洲佚佗的时阵，看去个农场，看农场的主人讲，你看卖这羊仔会对去无？真正你安那看，羊仔无一只会对，但是主人出一声尔，遐羊仔乖乖拢过来，真正是。我是主羊的听话，咱今麦来欢迎咱的7只小羊。7只小羊集合喽！是我们最擅长哆来咪发嗦，你在教我们啊，别你用心。现在要开始啦！咚咚咚咚，我是羊豆豆，稍息立着要站好，口令要做到。瑞瑞瑞瑞瑞瑞偏不要，向左向右我决定，别再发命令。咪咪发发，可爱甜美花。好不人，我老远就听到了。杨妹妹，不用害羞啊。我可爱的7只小羊，快来集合。羊豆豆，要。杨妹妹，要。杨咪咪和杨花花，要。杨松松，要。杨妈妈，要。杨妹妹，好了，让我们出发吧。高海海说都不同，我的大美，我的羊，绿色草地和蓝蓝的天空，为你创造爱的家。一天多一点新鲜，带你认识这世界，人生之路都不改变，每分每秒挂念。
是好牧人，看见你的可能，在漫长的路程，做你朝前的灯。我是好牧人，我来是你的歌声，你的笑和你的泪，我都珍惜心疼。我是好牧人，保护你这一生，全心全意爱你，就算为你牺牲都值得。哎呦，我肚子好饿啊！哇，一群白白嫩嫩的羊。我把这些羊抓起来，就可以把它们，对，抓去街头卖艺。就几只羊，怎么够我塞牙缝呢？这些小羊歌唱的还不错，要是把它们抓去街上唱歌赚钱，我就能天天吃牛排大餐了。我真是比我那些老祖先都聪明多了。小心大野狼哦。我们回去吧。那个好牧人又坏了我的好事，没关系，我这个世上最聪明的大野狼，一定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来。给我走着瞧！集合喽！集合喽！现在几点啊？有没有搞错啊？你们听好，好牧人的生日快到了，我们来办个生日 party 吧！大哥说的对，大哥说的对，我们要办什么趴呢？什么趴？一堆人吵吵闹闹的。party party， 我来去问好牧人想要什么礼物。等等吧。这是惊喜趴，你什么都不准说。我们来准备一场杨妹妹歌舞秀吧，由我来主唱，保证精彩。这个嘛，好像不错，好哎，我来主持，你来编曲。随便啦。我会弹，我会唱，我会跳，我会，我什么都不会。生日快乐，祝你快乐，生日快乐！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们相约爱的花园，你在身边，心里很甜，生日快乐！拍一张幸福的照片，我们一起笑容满脸。今
纪念幸福的一瞬间。生日快乐，有你我什么都不缺，让和你相亲相爱到永远。杨妹妹，你认真一点好不好？老是破坏我美妙的歌声。好了好了，杨妹妹，你跟着我唱喽。哆。有这么难吗？咪咪咪咪，么么么么么。咪咪咪咪，么么么么。哎，你怎么都不会呢？好了好了，如果学不会的话，你就当庆祝会倒茶水的小妹好了。为什么我也想要跟大家一样办法？花朵芬芳，蜜蜂知道，遍地青草，阳光照耀。天很高，我显得很渺小，我的好谁能够看得到？谁能给我一个拥抱？就算我真的不够好，在心中我默默地祈祷，有人会相信我做得到。我看看，鳄鱼的眼泪，猫咪的胡须，酸溜溜的杨桃汁，嘿嘿嘿嘿嘿。没想到我们野狼老祖先留下了这么神奇的养乐多配方。只要喝下养乐多，就可以立刻唱出绝妙的好声音。哎，真的吗？我来试试看。哦，索米哟！太好了！哎，我想到一个好办法。索米哟！这是怎么回事啊？养乐多使用的都是纯天然的食材，绝对没有添加防腐剂，所以喝一次最多只有3分钟的功效。3分钟，能到我劲，多喝几次。其实小羊，我来了！哇！Superstar， 万众崇拜的对象。Superstar， 目光停在我身上。不是酥皮浓汤，是 Superstar。不要停止你的尖叫，野狼一族我最骄傲。
超级明星闪亮登场，终于换我发热八卦。Super super super superstar， 天天都有人欣赏。所以哦 ，Super super super superstar， 让我心花怒放。你的才华跟着人来不是梦想，跟着我闪耀你光芒，装模作样我最擅长。Super super super superstar， 快跟上我的步伐。Super super super superstar， 让全世界的偶像。我这辈子没见过大明星。我也可以受人欢迎，变成大明星吗？你，拜托，别做梦了。嘿，今天算你们好日。不好意思，要小道，等我一下。想当大明星，就要紧紧的跟随我。跟你走，可是我们不用跟好牧人。好牧人，你们变得越厉害，保证好牧人就会更爱你哦。经过我的魔鬼训练，不是，是专业训练，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人见人爱的大明星。只要轻轻松松签下这个合约，乖乖跟着我走就好了。我们都要。大家赶快签吧！哎，这不是那个不会唱歌的杨妹妹吗？你不要跟过来，我们这是天才资优班，不收你这种学生。六只小羊都签好了没？很好，我们走吧。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可是。我真的不够好，在心中我默默的祈祷，有人会相信我做得到。你的祈祷我都知道，你唱的歌我都明了，在我心里你多么重要，将你拥抱。告诉我怎么前进。当我失去了信心，为你找回信心，要如何我才能再次相信，爱的奇迹就会降临。生命为何在干了眼泪，爱我不变，我的爱无条件，当我告别从前，只要走向前，我愿全心跟随。杨妹妹，我大老远就听见你的声音了。哎，你的哥哥姐姐呢？大明星带走他们了。大明星，走，带我去找他们。好。来，欢迎光临。
会成长了，不用害怕，欢迎来到我的家。一天一天多长一点，为我多赚1块钱，记得挂着笑脸，哭跟在我们身边。我是好月亮，给你画衣裳，乖乖准备上场，不要太多废话。我是好月亮，要你付上代价，在众人的面前，我是新的偶像。我是好月亮，当你遇到危险，不要跑快一点，要我为你牺牲，不可能。哼，你这个大骗子！我哪有骗人？我可是光明正大的跟你们签约哦。根据合约，只要给我乖乖去街头唱歌，帮我赚钱，我就不会吃你们。我终于帮夜郎一族争一口气了。统统站好，开始唱歌。快乐森林，骑着快乐的小羊，和哼唱唱，是我们最擅长。怎么唱成这样？这种苦瓜脸能看吗？要笑，客人才会给钱。哼，我不管，我要回去找好牧人。回去！你们背叛了好牧人，不乖的小羊他是不会要的。而且合约就在这里，谁敢跑，我就把他一口吃掉。快给我好好唱歌！都是我们没有听牧羊人的话，跟错了大野狼。现在我们迷路回不了家了。而且牧羊人也不会要我们这种不听话的小羊。不是这样的。小羊们，我老远就听见你们的哭声了。可恶的大野狼，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好牧人呐，你要讲道理哦。这些小羊可是自愿跟来的，他们都跟我签约喽。不表演的小羊就会被我吃掉。狼嘴先生，看看我多聪明啊！这大野狼，我要用什么才能把他们换回来？哎呀，这些爱人真够烦人，多一个仆人来管管他们也赖。好，我这个好心人就给你们一个机会，我来出3个题。假如你有本事赢2次的话，我就把合约撕掉，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那假如说的话呢？好牧人就要永远当我的奴隶，帮我赚大钱。好，我愿意。好牧人，你真的要牺牲自己？好，第1关猜拳比赛，简单，看我的。石头，石头，石头！我赢啦！哎呦，我忘了，我们羊只能够出剪刀。你们再不赢就没有机会喽。第2关，我要考考好牧人。听说你能够辨别每一只小羊的声音，我倒是要来见识看看。好。咩咩咩咩咩咩咩。
还有你大野狼。算你好运。不过我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歌唱大赛。大野狼的歌声比不上你，好牧人，你一定会赢的，对，会赢的。哈，我不是要跟好牧人比，是跟你杨妹妹比。完蛋了！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可是我每次都唱不好。啊，要不然我怎么会选你？而且我还有秘密武器养乐多。Superstar， 万众崇拜的对象。Superstar， 目光停在我身上。我不行。不行的话，就是我赢喽。好牧人，跟我走吧。杨妹妹，加油！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来，握着我的手，闭上眼睛，唱出你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好吧，我试试看。我曾经害怕，要独立长大，在陌生的世界，找不到路回家。你给我力量，了解我的悲伤，让我发现自己最美的模样。不管了，真的好好听哦。等一下，别忘了，比赛还没有结束呢。大家老实说，是我大野狼华丽的声音好听，还是杨妹妹这种幼稚的声音好听啊？杨妹妹。姐，我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有一天，我一定会重现野狼一族的骄傲。好牧人，对不起，我们没有听你的话。我们不是乖小羊。你会不会不要我们了？不会的，好牧人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表现或是有好能力才爱我们。杨妹妹说的没错，我从一开始就爱你们，我爱你们原来的样子。我曾经害怕，要独立长大，在陌生的世界，找不到路回家。你给我力量，了解我的悲伤，让我发现自己最美的模样。
不前方路。听见我心里的需要，你听见我深深的祈祷，以我为家。听见我强迫紧紧抓牢。你听见了我，让我知道自己多重要。你听见我心里的需要，你听见我深深的祈祷，以我为骄傲。听见我将我紧紧抓牢，你听见了我，让我知道自己多重要。我们以后要用倾听好牧人的声音。各位，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亲爱的好牧人，生日快乐！我们永远爱你。我也爱你们，你们是我最爱的宝贝。祝你快乐，圣诞快乐！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们相约爱的花园，在身边，心里很甜，生日快乐！将幸福照片，我们一起笑满脸，今天幸福的一瞬间，生日快乐！你的什么我不缺，你的小惊喜永远。故事般的勇敢长跑，恩典从天而降，我们要开口来赞美，直到破茧，荣耀全都归他。爱的力量传到四方，同声欢唱，爱的故事永被传大家捌看过遮古锥的油画无？不是这啊！捌看过遮古锥的大野狼无？哦，我毋知咱这只大野狼哪会遮甲我演技吼。咱真欢喜，真高兴。
谢祝你大家今天的团结，为咱准备一个这尔啊温馨的客。即摆来，都算起来，咱是毋是大家拢咧等啊？有人咧等这个，我好像有听到圣诞铃声啊。
永远不老的老歌星，是什么人？今仔咱这个永远不老的阿哥老歌星，要带咱一定发好听，起来唱歌，大家呼一声，甲吹落去。今仔日吼，我特别要介绍这个黄中老牛94岁，今仔我直接要教咱。啊，我即马我要唱一点，我想有一个要求，我若唱好，你唔好拍我啊。为什么呢？你若鼓啊就拍，我必须唱哦。你领导我袂使转去。来，即马我要第一条，我要来唱的是人生七十。
赞不？赞。啊，那拢无人看安怎？你一定拢无想要落去。拜托来看一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天你也有欢喜无？有没有高兴？有。你高兴什么？你高兴什么？高兴什么？有没有高兴？今天的那个餐点很好吃？有的举手。有没有高兴？今天听到的歌很好听？有的举手。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戏很好看？有的举手。但是最重要，我看到一点让我最高兴的是，每一个人脸上都有笑容。今天是几月几号？12月16号。我们在这边是提前庆祝圣诞晚会嘛，对不对？对，圣诞晚会是圣诞夜是24号，也是一年快要结束了。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12月24号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是一个基督徒正要开始。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期待救主耶稣降生，他降生重新带给我们新的希望。以及人生所要走的新的开始，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圣诞节是一年当中一个循环正要开始的时候。而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用我们的借由这个圣诞晚会，我们重新开始了我们生命的循环。请问，对你而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循环？是高兴的呢？是喜乐的呢？是平安的呢？或者是让你重新有向前走的盼望的？我们今天有演一出戏，叫做什么？七只小羊里面有几只羊，有什么样不同的角色？第一个是什么？羊豆豆。你觉得羊豆豆的个性是什么？他要做老大。杨瑞瑞嘞，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杨瑞瑞从头到尾都一个臭脸。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杨兜兜他演的角色就是他要当老大，杨瑞瑞的角色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一个臭脸。杨咪咪跟杨发发嘞，很开心唱歌，对不对？然后再来杨发发、杨收收嘞。杨收收是谁？杨收收喜欢唱歌，对不对？所以他很开心。杨收收、杨拉拉嘞，喜欢照相。然后最后一个杨妹妹，她是怎样？她好像什么都不会，但是她什么都想参与。然后这7只羊。在这一个羊圈当中，有一个牧羊人带领，但是有一只狼来挑战他，是谁？大野狼。这个大野狼来挑战了这7只羊，要他们改变原本他们的生活方式，要他们改变他们原来朝向幸福走的那个方式，然后转移到哪里去？
追随大明星。在这里，我有3点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在这个羊圈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跟角色。但是你第一个，如果你要得着幸福，你第一个要对付的是你的个性。这7只羊有不同的个性，但是如何能够在一起生活幸福，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我们星期3的查经，最近查的都在讲什么？保罗监狱里面的书信，讲到2个字，叫做关系。不管你跟旁边的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你都有一样东西要对付，就是你的个性。第2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是，当有大野狼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去抵御心中的欲望，因为那个欲望会让我们走向另外一个世界。人生的欲望无穷，所以你的内心永远填不满，而这个欲望是阻碍我们生活在幸福当中一个很大的阻碍。第3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去对付的东西是什么？是你需要切断坏朋友，结交好朋友。意思就是你要在这个羊圈里面，你要找到你的好牧人，然后要去除你的大野狼。你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找到一个你所应当跟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们 Burnaby 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羊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牧人，我讲的不是我说的我是牧师，但是我不一定能够做大家的好牧人。我也许是在那当中扮演一个角色，因为只有救主耶稣会成为我们真正永远的好牧人。所以我们本拿比教会，我们有不同的聚会，我要邀请你来。我们的礼拜天有什么聚会？在几点？2点。下午2点，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羊圈一个很重要的礼拜。然后我们在礼拜6晚上，在明年开始，礼拜6晚上7点，我们第2个礼拜跟第4个礼拜有活泉的聚会，这是一个青年崇拜的聚会。然后第1个礼拜跟第3个礼拜有安德烈的查经聚会，这是我们的羊圈。你找到你的角色了没？我们的星期3我们有什么聚会？有参加的举手。哦，我们这边很多人有参加过哦。我们再来要查经的范围是哪里？约翰1书、2书、3书，作者是谁？约翰嘛，对不对？刚起约翰，对哦，约翰。然后约翰1书、2书、3书里面从头到尾就讲一个重点，他说的重点就是上帝就是爱。如果你想听的话，请你一起来。礼拜4我们有什么聚会？分享团契，有参加分享团契的举手。哇，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分享团契来的。而我们这个礼拜4，我们才刚最后一次的聚餐哦，我们的林主厨在哪里？啊，林主厨在那边，哇，林主厨在那边，有一个非常棒的飨宴，这是我们礼拜4的聚会。然后礼拜6我们有什么聚会？每个月第1个礼拜什么聚会？实坛团契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羊圈。我们在这个当中找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追寻我们的好牧人，在抵挡我们的大野狼。为了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得着幸福，我们邀请你一起参加。我们邀请你每一个人都要像在今天晚上一样，在这个晚会当中都得到一个角色。不管你是来吃便当的，有没有人没有吃到便当？没有吃到便当的举手。我等一下吃剩的给你。有没有人有上台的？有上台的举手。
有刚刚有上台，不管你是上哪一个台，什么样的台，你有上台的举手，有这么少吗？好，来看不清楚，没有上台的举手。我邀请我们每一个，在未来的1年，你都要在这个教会找到一个角色。每一个团契，你至少去参加一个。每礼拜的聚会，一起来跟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然后再来明年的圣诞晚会，我期待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角色，有机会上来。刚刚我们阿哥带的这一团，加起来超过1000回。所以，如果94岁的都能够上来了，如果阿哥能够把大家带得这么好，你一定可以。你就好像我们的杨妹妹一样，你有信心，你一定做得到。在这里邀请我们大家，我们不只是过一个平安夜，我们不只是参加一个圣诞晚会的聚会。我刚刚讲3样东西，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你要对付什么？自己的个性。请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未来1年的希望愿望当中，对付自己的个性。所以呢，7只小羊不同个性都能够相处，互相合作，互相帮忙。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做得到。第二个，你要对付的是什么？欲望，因为欲望无穷，让你追寻不到幸福。第三个，你需要结交的是什么？好朋友，去除的是大野狼。所以邀请你在我们的教会一起找到你的好同伴，也许是唱歌的同伴、吃饭的同伴、出去玩的同伴、爬山的同伴，或者是一起读经、祷告、灵修的同伴，我们都欢迎。然后最后，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唱平安夜。有没有人每一个人都拿到一个小蜡烛？我没有啊，没有人给我。牧师没有。好。我这个好像2个人。好。不要打开。不要打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平安夜》，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结束。把灯关起来就要开了。今
还没有在你人生所走的路当中找到一个能够跟你一同走向你人生幸福的，当做你同伴的人，我们邀请你在这个教会，我们一起来找寻。在这个教会里面，也许有的人就好像杨兜兜想要当老大，也许有人像杨瑞瑞常常板着一副臭脸，但是我们也有人像杨咪咪、杨发发一样，常常笑脸常开。我们里面也有杨收收，只要唱歌就是喜乐。我们也有杨拉拉，走遍世界大江南北，有人生丰富的阅历。但是我们也有杨妹妹，想要做没有自信。但无论你是哪一种小羊，我们都在这个当中欢迎你，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不完美，我们只是愿意在这个教会当中一起来寻找我们人生幸福的道路，找到我们的好牧者，迈向我们人生能够找到幸福的道路。不要期待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你找不到，因为等你进来就不完美了。但是跟大家一起勉励，找一个能够让我们成长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成长的过程需要大野狼的存在，但是这让人幻灭是成长的开始。对于华人来讲，对于台湾人来讲，年底是一年将要结束，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12月底的圣诞节才是我们信仰生命的开始。我们正准备要开始我们新一年度的生命，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参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教会的团契当中找到一个角色。不管你对哪一个有负担，不管你是哪一只羊妹妹，我们都欢迎你。今天你怎么来到这个地方？请你跟带你来的人问他说：“我可以参加哪一个团契？”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找到一个属于我们的羊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是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我们被大野狼那明星的角色给吸引了，但是我们谢谢你，愿意赐下好牧人来照顾我们，让我们奔行天路。谢谢你，好牧人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今天在这边庆祝你的生日的时候，恳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重新找到我们生命的价值，重新在这里找到我们人生所当扮演的角色。无论这个角色是大是小，是完美或者仍然有缺陷，我们都愿意在这个当中降服于你。求你，谢谢你与我们一同走过2017。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在你生日庆祝你生日的当中，求你与我们一同走2018，在新的年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谢谢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无论是今天在台上参与演出的，无论是今天来这里唱歌、吃饭、看戏的，无论是今天在楼下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张罗茶水、餐点的，或者是今天在这里大家一同在忙的。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得蒙你的欢喜。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有你的同在，赐下平安与喜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生命以及所当走之路。我们将所有摆上在你面前，愿你与我们同在，向你献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各位，把掌声归于上帝，荣耀归于上帝。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写说，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来，至高之处，预备，来，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